台中市警方是传出有一位小队长对2022年开始长期拢要求6位队员替伊签名规则出勤的记录。警方表示，已经将这位小队长记过2摆，也有调职。另外，这6位涉案的警员嘛，互人记性改调职，可能牵涉到违法的部分嘛，已经移送予检调来侦办。 办公室内面空空，大部分的员警已经出门执勤。台中市6分局交通分队传出有员警涉嫌规则出退勤记录，不少民众认为这执法人员带头违法，安尼是真唔通。不可以做的事情，然后这样违签的话就知法犯法。对，可能不太适合啊，因为他们的身份来讲，应该可能还是要比较谨慎一点吧。 警方表示，这名洗出来前小队长对2022年开始要求6名队员用修改笔代签出勤含签帖，但因上班了后，才搁将这代签的名姓切掉，用原子笔来补，这就出退勤正常的记录。警方表示，讲已经把这位小队长也搁6名警员处分而且调职。蔡员违反勤务纪律部分，已将其记过2次，并改调行政警察职务及调整服务地区。 并协助预留出入库空格之6名员警，分别可以申诫处分，并改调行政警察以及调整服务地区。警方表示，做主管的2位前分队长因为督导不周，也该因升改处分。也若讲到涉嫌违法的部分，也依请台中检方侦办。律师表示，这款的做法真有可能无到闪过刑事责任。公务员业务上不实登载罪，可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如果因此有诈领的 加班费，那将触犯贪污治罪条例，利用职务上机会诈领财物罪。警方表示，辖区顶半年逐工大概有50件的交通事故，是台中市勤务上重的单位。除了已经请迄个分队的小队长做回来轮班以外，也协请交通大队赶紧补派专职的警力来维持服务量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